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经济形势聊一聊消费，聊一聊常识。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崩塌的社零，也就是说崩塌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也说过很多回他这个文章比较详细的给出一些数字，说1到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万2723亿元，同比增长 3.5%。10月份是增长 4.8%， 再往前看8月份增长 2.1%。 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去年的12月份看起，它一直是在下降的，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一直下降到今年的8月份。那么9月份10月份它明显的增速加快，一个拐头向上的一个趋势。因为很多人就是认为这恐怕是9月份这很多这个救市政策，10月份也是化债，各种会各种方案各种政策起了效果，所以10月份社零数据同比增长 4.8%， 虽然这个也不高，但是它已经拐头向上，所以11月份就粉碎了这个幻象，同比增长只有 3.5%， 又掉头向下。具体到11月份增长只有 3%， 所以说这个消费回暖的趋势又破坏了，不成立。虽然还在增长，但是增速已经没有10月份快了，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到北京和上海呢，那就更加让人担忧北京市2024年1到11月份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66亿元，同比下降 2.8%。 而上海呢1到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是下降 3.1%。 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1到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下降的，但是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还是增长的。刚才说了1到11月份它是增长 3.5%， 但是最大的两块，一个是北京上海，它还是1到11月份是下降的，这个让人匪夷所思也就是说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在下降之外，全国其他地方3线4线城市都在增长，这个反正不太符合逻辑然后把全国的消费水平买上去了嘛，北京上海拖了后腿。根据2024年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1到3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8%， 3季度同比增长 4.6%， 3季度增速下降。这个 GDP 的算法就是核算它有3种，一个叫生产法，一个叫收入法，一个叫支出法。3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成果，其中支出法是从生产活动成果最终使用角度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一种方法，就是 GDP 等于最终消费支出加资本形成总额加货物或服务进出口。所以消费支出是 GDP 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1到3季度消费是对 GDP 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累计贡献率 50%， 出口和投资各 20% 多。咱们前3季度 GDP 的增长，消费居然占 50%。 从趋势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从1季度的 74% 到2季度的 47%， 再到3季度的 29%。 也就是说这个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的增速的贡献从74到47到29，那照这个速度下去，消费对 GDP 的贡献越来越小，那也就是说 GDP 会受拖累，是不是 GDP 增速就会变慢嘛？下降的趋势与低迷的社零增速基本吻合。所以说这个如果消费继续下降，那可以预测GDP 的增速还会受到拖累。这就是为什么专家学者政府在老想着要刺激消费，这消费的重要性就摆上台面，怎么样让老百姓愿意去消费。但是消费这个东西你刺激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你没有后顾之忧，那你花钱还需要别人刺激吗？还需要别人劝吗？对吧？你又没有后顾之忧，你手上又有钱，那不就吃喝玩乐开了吗？难道还需要人去刺激劝吗？所以说老百姓不花钱，无非就是要么就没钱，要么就是后顾之忧解决不了，人家攒钱，对吧？对牛马对韭菜来说，退休遥遥无期，甚至还要晚几年。完了之后这中间工作还不保，降薪失业裁员，完了这个养老金眼看着似乎是不够完了之后你灵活就业人员交养老金吧，你不交感觉又不保险，心里悬着了，交吧也觉得不甘心那1个月3000块钱交了，不知道交哪儿去了，是不是在焦虑一想到有的还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按揭贷款还没还完，对吧？一想到这些，你除了捂紧钱袋子，你还能干啥呢？你怎么可能去消费？所以说没有合理分配和充分消费的生产毫无意义。这个时候如果一味的讲 GDP 增长，你是解决不了
问题。刚才说了，你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呢。GDP 增长它需要这个消费要提振，消费提振需要韭菜收入增加，韭菜有钱，现在就要解决韭菜有钱的问题，怎么样短期内让韭菜有钱，而且还不是采取大水漫灌。你比如说给大家发钱，那这个最终还是一起买单，物价通胀就物价飞涨，通胀发钱少的没有发到钱的就惨了，对吧？发钱没你的份儿，通胀可有你的份儿，你的生活成本急剧提高。所以说现在啊，你要强力打破这个怪圈啊，你只有从分配入手。咱们老说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吧？很多专家说了 GDP 上去了，经济好了，你韭菜就有收了，你韭菜收入上去了，这不就正循环吗？但问题说韭菜说我现在没钱了，你让我怎么消费，对吧？我也知道消费了，大家都消费，经济就好了，好了我收入就高了。问题是我没钱呢，你不能让我借钱消费啊，这不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你要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那你只能从分配入手。这里就不多说了啊，你从北京、上海的1到11月份的，还有11月单月的这个社零数据，你就已经看到了问题了。北京、上海是龙头，对吧？龙头先表现，后面啊2线城市、3线城市会快速的跟上。北京、上海11月份社零数字下降都是10%几，就突然降温啊！咱们在以前节目说了，恐怕跟北京、上海这个楼市啊，它稳住了，实际上它吸纳了更多的资金，导致买房的韭菜勒紧裤腰带不花钱，那些想买房的他也勒紧裤腰带也不花钱，因为他认为机会来了，这个他有购房资格了，然后琢磨着啊，准备年底或者明年钱攒够了才买房，刚需嘛。所以这个钱一共只有那么多，社会上的财富啊，韭菜的钱就那么多，你买房了你就没办法去消费，应该是这样的吧？那2线、3线城市呢，那些韭菜已经不想买房了，反正那房价要跌，他就等。所以说这些不买房的反而有很多人已经绝望了，你这个房子反正它已经不是保值增值，它反而是个负资产，买了就受它拖累，所以很多人已经放弃买，所以该吃吃该喝喝，反而3线、2线城市啊，这个或者其他的省份啊，社零它没有这么下降，是吧？大家钱只有这么多，你已经放弃买房了，你就发现钱好像够用。关于2025年经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这个胡一进老师啊，他在这个应该是百度吧一个访谈节目里面，他说啊，对2025年经济乐观，形势会比今年好。我们一起看看胡一进啊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这朋友问您2025年的经济怎么看？其实确实这个话题我觉得很难绕开，我们可以就主观的聊聊您的一个想法，就是毕竟现在2024年底了，明年整体的经济您会有怎样的一个展望或者心里的想法？我呢，对明年你说是中国经济对吧？中国经济我对2025年我总的来说是乐观的。为什么？因为呢，咱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制定了比较好的政策。我觉得经济从财政上，从货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都会提供更大的动力。另外呢，这个什么事情有点周期，比如房地产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前几年呢，我们应该说发酵的差不多了，发酵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呢，就过去的那些比较大的问题，企稳的可能性在增加。另外，咱们新质生产力啊，其他的新动力啊，有可能呢，变得更大一些。另外呢，我们对整个全社会啊，不光是政府，整个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我觉得都更加成熟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啊，对于扩大就业、提高这个民众收入，然后增加消费，社会的这种共识非常强。那么中国总体上呢，还是有潜力的国家，毕竟呢人口这么多，另外我们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就是潜力啊，因为有这个比较相对落后的地区和相对低收入的人群，那么它就是一个机会嘛，怎么样提高那些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怎么样发展那些不够发达的地区，这就是国家的潜力和空间。那么我对于2025年，我觉得总的经济形势会比今年啊会好，往上走的这个形势我是看好的。这个胡一进老师啊，
他是媒体人，他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他对经济的了解恐怕也就是这一年炒股啊恶补的，所以他说的这些呢，难免有些这个牵强附会啊。他认为开会了，所以经济就会好，这不就是基本的观点吗？出了政策，所以经济就会好。但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说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啊欠发达地区，对吧？还有这个低收入人群，所以我们经济就会好。因为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他也有美好生活的愿望呢，他就要努力，这就是潜力。你看看啊，这是胡锦老师典型的那种，把那个丧事啊当喜事办，优点就是缺点，这是辩证法呀，对吧？穷，所以他有优点，对吧？他反而是潜力。你看他这个逻辑啊，你听了之后，你总感觉哪怪怪的。如果有一个国家啊，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非常均衡，经济也很发达，那这个国家反而是个缺点呢，因为他没有不发达地区，他哪有动力呢？你按照胡锦老师的逻辑啊，怎么穷还成了优点呢？就是归根结底啊，胡锦老师他还是迷信这种人为干预，他认为干预管用，就我们也不能说干预一点用都没有啊，但是有的时候干预反而是副作用的，是反过来的。你最终你要干预，你也得尊重市场规律，如果你不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是一定会给你一个教训，无一例外。这种教训啊，在上个世纪比比皆是啊，数不胜数。上个世纪那就是强干预，各种干预，最终呢出现了3年自然灾害，最终呢全民饿肚子，跟个朝鲜差不多，这就是强干预。经济有自身规律，对吧？你得尊重它的规律，叫市场规律。干预呢，是有的时候出现黑天鹅、突发事件，对吧？或者是经济规律啊出现极端情况，不去采取一些稳定措施，恐怕要引起社会动乱。这个时候他肯定要出手，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要想这叫特殊时期，特别手段是稳定，它不是发展，它是要把秩序稳定下来，它不是靠这个手段，它是发展不了的。特别手段啊，它只能是起到临时稳定作用。我们现在是要发展，对吧？大家的收入要增加，大家要就业，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希望找到工作，这是发展的问题。发展你还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政府的意志，那个只会适得其反。从房地产，从胡适，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用。现在已经条件反射，对吧？房地产你越刺激，越来越多的韭菜是等，他就认为你后面还有更好的政策，着什么急呢？你不出吧，那你这个楼市啊就要加速下跌；你出救市政策吧，他就认为你下面还要等，就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怪圈。胡适也一样啊，对吧？你一到关键点位你就救市，实际上就会养成一个效应了，就是各路资本人家就等着，知道你政府在这儿你要救市，对吧？那我下来我就埋伏进去，你政府一救市一上去我就跑，反正我就赚这点钱，就是政府自己在给自己培养大量的对手盘呢，人家在跟政府博弈，所以这就是干预的一些副作用啊。这个胡锦老师还是迷信这种看不见的手，调控、开会、刺激政策，那明年就会更好。就胡锦老师应该反问一下，难道2023年底没开会吗？没出政策吗？怎么2024年比2023年要差呢？所以说啊，我们很多时候啊，这个分析这个经济问题啊，其实不需要你有太多的什么经济学原理啊，懂太多的这个什么经济规律，你只要懂常识就行。为什么这些专家一开口就是错的呢？所以我们每个人懂常识。最近啊，广州地铁里面搞了一个公益宣传，这个还非常有意思，就是让你懂常识。大家看视频啊，就很奇怪啊，这样的视频本来应该是在大街小巷、自媒体到处可以放的，但是啊，偏偏这种常识你是看不到的。人家广州人呢，还是思想简化，对吧？这个广州，大家想一想，近代历史上这广州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种常识宣传在全国其他地方你看不见，但是在广州地铁里面出现了，这个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你说明广东这些地方还是思想比较活跃。虽然啊，据说这个广告啊只待了24小时就撤了，但是有没有撤我不太清楚啊。我看网上网友说只有24小时，但是这个也是难能可贵啊。你看这不就是常识吗？说的多好啊，说的多精炼啊，说的多准确啊。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学，这个特别准确啊。很多人喜欢把传统医学跟那个现代医学去配，这本身就错了。你看他说的是传统医学啊，他可没说是中医，中医就是传统医学，但是传统医学啊可不光是中医啊，那印度医学对吧？那非洲的还有那个
15世纪欧洲的医学，那不都是传统医学吗？传统医学它不等于中医，中医是传统医学，所以你看，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学。那现代医学它也不是特指西医啊，现代医学，那我们中国人现在研究的这个医学不也是现代医学吗？你不能简单的把现代医学都叫西医，所以你一个中医搞个西医，这对立就出来了，就非要 PK。实际上一个是文化领域的事，一个是科学的事，就是关公战秦琼啊，你俩扯不上，所以你能把这些概念搞明白，你就是具备这个叫独立思维啊，把这基本概念整明白，你就发现没什么好吵的。现代医学美西方人家开始的早，人家奠定了现代医学，所以我们现在跟人学习，对吧？甚至我们的很多设备都要从国外进口，美国、日本或者德国，这些理论也要跟他们学，因为人家起步早啊。传统医学，这欧洲把他们过去的传统医学扔了，好像不提了。那咱这儿呢，把中医当文化保留着，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但是有人啊就玩命的去把它从文化领域里面把它摘出来往科学上靠，这个是徒劳啊，这是本末倒置。我以前我把中医和西医之争啊，对吧？咱们也节目也说过好多回，实际上就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争。传统医学就像蜡烛，它也能照明，那现代医学呢，它是电灯，电灯也能照明。那你说你是选蜡烛呢，还是选电灯呢？这很多人选电灯，为什么呢？效率高啊，亮啊。但是你要过生日，你生日蛋糕上面你不能插几个电灯吧？所以它又要蜡烛。所以你看，各取所需，场景不一样。什么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这就是常识，对吧？明显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侵略啊，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任何借口啊，你都是侵略，尤其是你还占了人家领土，不仅在人家国土上打仗，你还把人家领土给占了，不管是什么形式啊，什么公投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这都是侵略啊，和日本侵华没区别啊，都是侵略。那对这种侵略行为就应该谴责，这是文明的标志啊。文明，对吧？对应的就是野蛮嘛，野蛮标志的就是暴力嘛，武力。所以越文明的世界越抵制暴力，抵制武力，对吧？通过规则约束，通过讲理，通过法律，通过契约精神，对吧？来约束，而不是靠拳头啊，而不是靠这个暴力。所以说，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你看，这都是常识，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理解不了这常识呢？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些黄俄、胡锡进老师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为侵略者美化，找借口。这个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这个就更狠了啊！这里面好多概念呢。首先，这个纳税人在很多国家他就不承认，对吧？印度这样的国家，你纳税你就光荣是吗？你纳税了你就了不起是吗？没有这概念，对吧？一旦承认你是纳税人，那人家就得向你负责，对吧？你交了钱，你这钱花哪儿去了？就你交了钱，哎，我这钱的流向你怎么花的？你得公布啊，让我们监督啊，对吧？那你这纳税人的权利太多了，没法满足，所以最好就不承认这个，不要搞这些概念，对吧？你说在印度什么叫公民？什么叫纳税人？这个，所以我们更多的叫人民嘛，不行就叫老百姓。关于纳税人这个啊，在10几年前，互联网上就争论非常多，正能量就认为，对吧？不能用这样的美西方的词汇，我们是主人公，我们是接班人，怎么能是纳税人呢？虽然你纳了税啊，但是没看见吗？咱们没有消费税，或者有也非常少，而且表现不明显。我举个例子啊，你去地方买东西，商场，对吧？他打完之后，下面就是你的纳税金额，消费税多少？但是我们这个，首先它主要是增值税，增值税就在企业那一端呢，生产的时候就给你扣掉了，它不体现在每一个商品里面。然后呢，即便有消费税，它也不会在你的账单里体现，那本身就少。所以说我们买了东西之后，我们还觉得我们没有税。你看美西方多落后吧，居然是到超市买东西还交税，没有。实际上我们是，对吧？另外一种形式啊，交的更多啊。所以我们总觉得啊，只有那5000万交了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是纳税人，其他人都没交税。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每喝一口水，每吃一口饭，你每上个厕所，你都在交税。只是美西方的税，人家体现在账单上面，让你知道你交了，明明白白的知道你交了多少，对吧？咱们这儿是一本糊涂账，最后只有那交个人所得税的才认为自己交了税。你看我这个月工资1万，我交税交1000多个税，你工资5000，你这交个税的资格都没有，你就没交税。所以你看这概念非常模糊嘛，就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你给谁纳税了？你在哪儿纳的税啊？不明白吗？所以你看这都是常识啊。而
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在进行反制、降制教育，反制、降制，说白了就是反常识，对吧？模糊这些常识，让大家不知道这些常识，甚至污蔑这些常识，推翻这些常识，叫反制宣传，是吧？正因为长时间的反制宣传，也导致现在的困境。所以说，广州地铁啊，敢于站出来进行这种常识宣传，这就是一个开风气之先河。虽然它只宣传了1天，对吧？如果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啊都开始，那就说明环境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大家在谈论常识啊，不担心被禁言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就是经济恢复的一个前提条件。我在以前说过，夹头老师被办，对吧？是观察这个经济会不会好的一个标志。但遗憾的是什么呢？夹头老师禁言了，并没有对他进行清算，就是他到底错在哪里，一本糊涂账，这反而不好，对吧？我们要的不是捂嘴啊，我们要的是道理。就是他错在哪儿？你今天能捂他的嘴，你明天就能捂别人的嘴，这个不能说明你进步，对吧？反而让人感觉到害怕，对吧？你连自己最忠实的狗，你想打就打，想杀就杀，那给你提点意见的，那不更危险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